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4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昨日欢迎三读通过核管法修正案，核电日期组年限上长会当延20天，也毋过因伊煞无需要环评，环境部表示来检讨。另欢迎今仔审查4100特别条例草案，若被党团反对半部台灯，另外嘛阁处理头一波各项预算的改动案。台铁6月23要开始起价，包括的运费嘛起，台铁嘛修改契约，未来火车5点超过10分钟就当退票，唔免手续费。来看核管法昨三读通过核电厂上济是当延役20天哦。行政院表示讲，这个修法是袂影响5月17特别停机的核三厂离合机，嘛强调讲政府目前无任何核电厂延役的规划。协会个台电是拢表示讲，爱等到相关的法案弄出来，才法度来评估下来要安怎做。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第6条条文修正通过。国内最后一部运转中核电机组核三厂治复机运转执照17到期，国民民众两党提出核管法第6条修正案，昨立法院三读通过，未来会伫核电机组执照到期了后，经营者随时影响核限会申请搁继续运转，执照的有效期限是上长20年。行政院回应，因为修法通过了后，也无细部规范，所以无相关延后评估规划。台电也表示，爱等相关做法出来，才能评估的一步。一步一步看后续的执法修得怎么样。那主管的机关，他要求台电必须要检验哪些单位、哪些部分，那台电才有依法他去做下面的进行这样。协安会表示，除了看台电是不是提出延后申请，爱去盘点爱修正倒一寡做法。整个修正条文件看到以后，我们会去盘点嘛，对相关法规当然包含16条。这部分要怎么去对应的这个修订，这部分我们也还要再盘点。全国废核平台发出声明，强调这修正案是为牢固核电厂改套开后门，即比重开核电的意图。毋但核三也有核一甲核二在内，无顾核安风险，无顾当地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要表达严正谴责甲抗议。记者综合报道。昨日欢迎三读通过核管法修正案，到期的核电机组会当申请停泊哦，上低是当延20天。也毋过环境部长彭启明早起是表示讲，目前的环评法核电机组延役还是停泊是无需要环评，也毋过独一煞需要，这是真奇怪。伊嘛表示讲，目前哦在针对环评的制度，等下进行检讨，下半年会开始修法。核管法修正案放宽核电机组的申请限制，执照到期的机组嘛是会当申请换照。就算核三厂的离合机伫5月17号到期，未来嘛是会当随时提出申请。不过，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依照目前环评法规，运转40年的核电厂，迄当年无进行环评，但要停课或者是延役，无需要搁环评，颠倒是申请除役需要环评。这个是现在的环评法规的原来的一个规定啦。那当然了，如果要整个有一些改变，那真的要去修改现在的环评法。的确，我来担任环境部长，我听到这样一个逻辑，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重启或是延役不用环评，然后除役反而要环评？另外，下早啊，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国民党伫未来是保问台电，国外评估停课一部机组爱台币2000亿，但台电回答，即马至少爱100亿美金，大约是3000亿台币起跳。面对在野党希望无旁来接起来，互特别独役的核三离合机直接继续运转。台电强调，离时间上根本行袂通。首先，核安会还未定出相关做法基础，台电评估嘛的时间。左轨定2点，5月17日，这个核三如期除役，是安尼，就是无理由。今天是5月14、5月17要重新换照，又要有审查的期间，这怎么可能呢？
依照现有的相关做法，老旧机组换照需要减负、老化的评估、有管理报告、安全分析报告等等。未来是毋是要增加更较侪评估项目？协安会表示需要盘点了后才知影。有关修正案，互机组上长会当延役20年，下一届就核发20年的运转执照吗？协安会表示，爱看台电提出的申请，佮有相关报告，伫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来审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核管法的修正草案伫南北主导通过核电机组，上侪是当延20档哦。民进党是批评讲这是误想修法，环保团体嘛正不满讲核电厂延役的安全审查甲核废料安全处理，拢无配套的通过延役的法案。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请吴希莫来为咱说明讲修正案审讨了后的影响。是主报核管法司法经过南北合作，伫咧5月13审讨通过。内容写讲哦，核电厂运转执照这个有效期间无变，上长也是40年。不过基本了后咧，会当来申请讲换执照，已经停止运转的核电厂嘛会当来请讲搁再停放哦。也这个时间上长会当延到20年。好，这个法案通过了后，民进党立委批评南北黑白母，也南北是调到转去。民进党立委张启凯就讲，今嘛延役，这个核电延役有法源，不过主动权有关是伫咧民进党身上。虽讲台电无申请延役，也是讲行政院无通过延役，这个核电就也是无法度来停放。爱另外，莫干那会晓抹黑。抹黑环保团体可能就毋是安尼想，全国废核行动平台就谴责在野讲通过这个案哦，毋那是要互核3厂停放。已经独一的核1厂、核2厂嘛，包括在内，安尼做根本是无顾居民的生命安全。也台湾环保联盟嘛发布声明讲，反对老旧的核电厂搁再运转，是呼吁行政院就要提出复议。好，行政院长杜永泰就讲话啊，伊讲哦，爱独一的有关是爱独一，也核3厂离合机，会伫咧5月17来独一，也未来若要搁再运转，就要通过安全的检查。也这个时间，台电是估算讲爱3档半，政府是一定会确保咱民众安全，确保核能的安全。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甲时间交等后主播。感谢吴希莫，咱继续来关心因应美国的对点关税立法院联席会议，今仔审查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也不过国民党佮台湾民众党哦，拢有来提出党团的版本，因主张讲要台独半部台电的1000亿，佮有国土安全论性的1500亿，认为讲这甲关税是无关系，要改做全民发现金1人1万块，还是发6000块？因应美国对点关税，行政院第2日通过规模4100亿，因应国际情势强化经济社会甲国土安全韧性特别条例草案。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甲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拢主张讲，这个草案应该爱甲半部台电1000亿拆掉，因为台电亏损是能源政策的问题，甲关税并无关系，应该改做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或者是6000块。除非说保证在2028年赖清德总统第1任结束之前，不再涨电价。台电要做出这个保证，否则1000亿我们不可能给。拨补给每位民众，不是拨补给这个台电的1000亿，这个要删掉，是应该是给全民普发每个人6000块钱。另外，针对在野党立法院党团的版本，要求甲国土安全韧性1500亿拆掉。海委会甲国防部回应讲，面对中国军机军舰真接扰乱台湾，那提升海巡经防软体甲硬体，还有军事基础设施等等，会让强化国土防卫力量。它必须从水下、水面到空中，基本的能力赶快要到位。这笔经费是保命的经费。灰色地带的建案是可以马上降低我们国军官兵应对灰色地带冲突的负荷。因为调野党团甲立委提出的版本拢总有5个案，立法院经济甲财政2个委员会10时早起召开头一届联席会议进行审查。在野党立法院党团拢强调讲，因支持强化国土防卫，不过这会当透过追加预算或者是变特别预算来处理。公司新闻台北报道。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今仔要处理国防部的预算改动案，也毋过立委是真烦恼讲，业务预算就爱执行3成，才会当来提出改动案。惊讲这段时间会有国安的空窗。
国防部长郭立雄希望讲5月底进前会当做处理。按照各座创水栏建案的规划，海鲲号原底要伫4月拍定测试了后进行海上测试，但是毋但机艇延迟，阁有媒体报道讲，海军甲台船为着激励予海军创水艦伫5月12出海，打算伫主机故障还未排除进前，先用电池来推进。不过，国防部长是严正反驳。我们现在没办法给一个确切的时间，媒体报道说什么样特别随机的要如何，我想这些都是一种纯属一些臆测吧。我想我们就是以安全为上，然后备变之后在适当的时机自然会来进行海测。海测无完成，影响后续单的预算改动案送出。这是立法院外委会处理国防部头一波预算改动，计共54案，金额大约11.2亿。郭立雄更加呼吁讲，另外互冻结744亿的遮济业务费，是否也当得到个人甲调业立委的支持？共机共建的次数是增加的。如果面临我们的国防预算是被冻结的状态的时候，它就等在我们在冻结来不及解冻，然后来发动整体的侵扰，然后在演习当中由演转战。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在5月底以前，这个就能够处理掉我们这个整个业务会的30%的冻结，不然的话对我们的影响会相当的大。也若有代表上强战车红河的 M1A2T 战车，头一批38架伫去年年底送到台湾。根据国防部预算改动的报告。第二批42架也会伫今年6月底进前完成生产甲交货。郭立雄也表示，按算要伫6月份进行实弹的射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铁公告6月23开始要起价，除了票价包裹嘛要起，10公斤以下的包裹路程300公里以内，运费是伫70块起到100块。台铁嘛修改契约，未来火车5点超过10分钟就会当退票，唔免手续费。在大众运输上惊拄着万分，根据台铁公区上新的旅客运输契约，那列车故障或者是毋是旅客造成的原因，致使列车慢分10分钟，或者是开车时间无一定，旅客若无想要等，应伫1日内退票，免收手续费。如果是因为列车延迟或是开车时间未定的时候，如果旅客在启程站办理退票的话，我们是可以退还实收的票价，等于是全额退票。新制会伫6月23上路过期的规定，并无特别载明应退票的办分时间等等，所以大部分旅客拢乐观其成。如果我很赶时间，10分钟就差很多，所以万一我赶不上，我就是还有权利去退票，是很好的。当然是如果明确的就是有规定的话，大家可以照着契约走，这样是蛮不错的啊。为6月23开始，毋但代替票价要起，包括运费率同款也要起。运送里程1到300公里，重量10公斤以下，普通包裹收费会为70块起到100块，起的幅度差不多是43%，调幅上悬。这摆运费平均调幅差不多是36%，计效依然比市场行情较俗。那你如果我们还是要求一个像现在这样的服务水准，那我就觉得不用调，没关系。那你如果说我们应该像我们的国民所得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话，那我觉得票价应该调整。三民龙起的时代，台铁公司表示，票价已经30年无起，无法度反映营运成本。即卖也推出会员服务优化2.0第一波措施，除了改善补差价换票机制，也伫点数极低的上限做调整，互乘客有更较侪优惠而且春秋的选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捷运拉线特别动工咯，今仔台中市长罗秀燕，佮有台北市长蒋万安，甲跨国团队出席机电系统顶通报工程的签约典礼哦。市长罗秀燕是表示讲，这是台中市第2条捷运，是由台北市政府规划做顾问，按算6月动工。台北市长蒋万安甲台中市长罗秀燕刚才出现伫咧台中市府，嘛宣告台中捷运拉线进度往前行一大步。台中捷运拉线机电系统甲机厂，也有主变电站通报工程，10时举行签约仪式。两位地下市的市长同齐见证，嘛代表拉线正式进入工程的执行。罗秀燕表示，除了宣告台中市的捷运进入新阶段，嘛要宣示伫任期内推动中部捷运路网的规划。未来我们是期限7、8，我在非2年的任内只剩1年7个月左右，但是我会负责任的
规划，同时追进度。未来我们两座城市捷运工程局之间的合作是无缝接轨，合作无间。台中市府表示，已经完工的中捷绿线是委托台北市来起的，嘛是中部的头一条捷运。所落来南线的工程，会请台北市府做顾问，台中市府家己来起。甲绿线的都会路网无同，这条南线定义做城际运输，形成12型的路网了后，串联台中的山海线，总长24.78公里。市区的12站是伫咧地下施工，海线8站是高架型的，计共是20座车站含1座维修厂。市府表示，规条路线包含高架甲地下化，难度袂小。那因为我们台中市地底下属于软砾层，那软砾层的时候，变成在施工以后前端机在钻掘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哦。但是这部分呢，我们会在整个履约建造的时候会特别来加强。台中捷运南线总预算1615亿，其中4.5是市府家己种的。因那14个机电工程完成契约了后，会由4个公司组成下个团队来执行。整体工程6月动工，预计2035年完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艺人王大陆找不法集团协助，予伊唔免做兵。新北地检署今仔是指挥永和分局、新北市刑台来进行敲找哦。艺人陈大天佮有歌手陈零九棒棒糖的成员李全等人，马龙红真心约谈。新北市警方侦办艺人王大陆找人造假医疗证明闪做兵，国大对早嘛佮发现讲，佮有艺人涉案。今仔是约谈艺人陈大天、歌手陈零九佮有棒棒糖的成员李全等人哦。目前哦，计共是锁定11个艺人来扩大侦办。来看花莲的吉安乡有一条巷仔，有部分的用地去年互法院拍卖哦。买到的新地主想要搁提悬介绍维护附近的住户，也毋过因为介绍超袂平，新的地主各大出入口拢挡掉的，民众去向公所来定情。最近公所准备要来处罚这个地主，慢慢甲主动哦刷开咯。花莲吉安乡福兴街6号的门卡口用地，去年被法院拍卖了后，新地主提悬介绍想要维护住户，毋过介绍伤过悬，双方无共识，新地主就设铁钩啊，留60公分出入，互居民是真痛苦。他一共6户，32万8买标的，但是每户要60万，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很恶质啊。封路9个月，居民一直向外定情，无法度理解为什么家己出门口的道路有一日竟然互法院拍卖成做私有地，佮用关键小买等来才能进出，所以拒绝买。当初的建商提供出来，做道路使用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购买。这种计划性道路已经做的变成继承的，是他们有使用的权利。面对前期建乡公所去年开始向地主发函裁罚，佮要求地主家己拆掉，毋过无得到回应。公所最后照违反都市计划法强制拆掉。它设置占有部分就违反都市法使用的规定，所以第一次处罚是6万，第2次是12万，第3次是18万。那依照现有定的裁罚基准，第3次有要求他不拆除的话，我们公所可以用公权力强制执行。面对公权力爱拆除，地主是无回应。不过，这个土地因为都市计划用地，未来有征收需求，也是爱甲地主协商。公司新闻花莲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昨起沙烏地阿拉伯访問，受到方式相關規家計隊的接待哦，嘛摕到價值1條美金的投資，川普是真熱衷。川普嘛宣布講，會來解除對敘利亞所有的制裁。美国总统川普是一个包含3個恐怖行程，第一道满满的受刑。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13在首都里亚德舉行的沙比投資論壇，宣布對美國投資價值1條美金，而且美國也宣布提供3個價值1420億美金的軍售案，內容包含飛彈、雷達、C-130運輸機等先進武器。واليوم نأمل على فرص شراكة بحجم $600 مليار. من بينها اتفاقيات تزيد عن $300 مليار تم الإعلان عنها خلال هذا المنتدى. وسنعمل خلال الأشهر القادمة على المرحلة الثانية لإتمام بقية الاتفاقيات لرفعها إلى $1 تريليون. 川普這座訪問團成員除了華府行政團隊以外，也有真濟美國企業界有名人士，親像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貝萊特集團執行長芬克、輝達執行長黃仁勳、OpenAI 執行長阿特曼、
波音公司执行长奥特伯格等人。投资论坛主题放伫热门的 AI 能源加制造三方面。It's pretty amazing, right? Are we doing a good job so far for America? 将侵外商投资重进美国经济列为市场重点的川普，明显对三个大手笔方案真满意。讲两国是关系前所未有的稳固。佮讲加沙尔曼是非常契合。佮伫沙尔曼的要求之下，宣布会解除对叙利亚所有制裁。和新政府有些很伟大机会。In Syria, which has seen so much misery and death, there is a new government that will hopefully succeed in stabilizing the country and keeping peace. That's what we want to see in Syria. 川普第一任任期第一个访问的国家也是沙烏地，伊即擺為全機落地迄一刻開始，都受到三國方式頂級的相關規格接待。沙爾曼有那親身佇天機坪親身迎接川普，川普的車去亞麻馬公道中，抑閣一路有皇家阿拉伯馬旗隊護送，閣加上正式封疆了後，提金甲護衛隊親身迎接。真有民主的定邊，和川普的好心情攏看出來。公司新聞王慧文報道。回大的執行長林芬本地團講這日就來台灣，準備要來參加台北國際電腦展，也毋過說只有伊的太太甲囡仔先到。後來了解講，伊是去沙烏地阿拉伯甲川普總統做伙參加沙美投資論壇。林芬嘛宣布講，要賣18000片的 AI 晶片，予沙烏地阿拉伯新創公司。13日沙烏地阿拉伯舉行的沙美投資論壇當中，回答執行長黃英芬佇台頂簡報。But this is two Blackwells, and it's 2,500 watts, 2,500 out of the 500 gigawatts of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that's going to be built. 回答要甲沙烏地阿拉伯的主權財富基金下海人工智慧新創公司響默合作，第一階段會賣18000粒 AI 晶片予沙烏地阿拉伯，幫助伊的新資料中心運作起來。後續會佇沙烏地阿拉伯賣數十萬粒 AI 晶片。這項合作關係是美國總統川普13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行程當中一部分，主要目的是爭取數十條美金的投資。And with this trip, we're adding over $1 trillion more in terms of investment into our country and buying our products. 回答提到是上大一筆訂單，超維是宣布甲休默達成協議，建立100億美金的策略友好關係，這合作是雙向的。白宮表示，沙烏地公司迪塔沃會向美國的 AI 資料中心甲能源基礎設施投資200億美金。阿法貝的下卡的谷歌公司、甲國文公司、客戶關係管理大公司 Salesforce、超微甲 Uber 要投資800億美金佇兩個尖端變革發展技術領域當中，按部無提供更較濟細節。川普計劃15拜時會去沙烏地阿拉伯大公國。根據《紐約時報》雜誌報道，伊團隊真緊對達成協議，運進阿聯買大量回答的 AI 晶片。公司新聞黃文玲報道。再來看德國總宣布講要查禁極右派組織第一級王國，嘛掠到講家己是國王的嫌犯，甲3個大臣，因拍算要用武力來推翻德國政府，破壞憲法。德國內政部宣布，一個德意志王國已經封查禁，警方伫13透早出動大約800名安全人員，伫7個邦展開行動，掠今年59歲組織領袖費切克甲其他追隨者計強死的人，相關的組織封處地，資產沒收。Richtet sich gegen die verfassungsmäßige Ordn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as Ziel dieser Vereinigung ist es, einen sogenannten Gegenstaat zu gründen. Titel des Vereins vermuten lassen könnte, harmlose Nostalgiker, sondern es handelt sich hier kriminelle Strukturen und ein kriminelles Netzwerk, und deswegen wird es heute verboten. 當局表示，德意志王國想要破壞憲法，建立另類的國家，並且散布反猶太陰謀論。費切克講家己是德意志王國的國王，有數千位追隨者。伊捌是一位道指空手道教練，過去佇一樁法律案件當中，甲法官講家己是彼得一世。費切克2012年穿貂皮烏襪，舉一支劍為家己加冕，了後伊繼續佇德國各地買土地、學家伙。德意志王國有家己的貨幣、國旗甲身份證，佮希望建立獨立的銀行甲醫療系統。Was macht man hier?
Also hier prägt man Münzen, denn in dieser Münzpräge stellen wir also beispielsweise diese neue deutsche Mark her. 费切克2002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访问表示，无兴趣正做即马德国即个法西斯甲撒旦体系一部分，有真侪届甲政府当局发生冲突，无爱守法的记录，佮有真侪届无照驾驶入国。德意志王国目前伫德国有大约25000名成员，过去几年以来人数一直咧增加，有一寡人甚至非法夜枪，甲警方称战。当局表示，这个组织大约2500人有暴力的意图，其中1350人互归类做极右派分子。公司新闻吴良编译。来看前总统蔡英文去澳洲访问，继续伫台湾的行程，刷来是去丹麦，嘛去访问丹麦国会拜访优待小组。伊嘛伫哥本哈根的民主高峰会来发表演说，伊是强调讲台湾的安全对区域稳定，佮有全球民主价值维护是非常的重要。互相挨下次前总统蔡英文访问丹麦国会受优待小组热情接待，双方进一步交流，各伫国会议员的陪伴之下，到庭参观机场。第摆访问丹麦，上重要行程就是伫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讲。Neighbor thought by routinizing cyber attacks, hacking, and military exercises, the people of Taiwan would either be debilitated by fear or become complacent. This was certainly not the case. On the contrary, the Taiwanese people use their experiences as the basis to build their resilience. 蔡英文强调，台湾的安全对区域稳定、对全球民主价值的维护是真重要。Taiwan's existence helped keep China's expansionist ambition in check. For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s existence shows that democracy can survive and thrive even when under constant threat. 在哥本哈根会议顶悬，互人家引爆焦点就是演讲名单当中，包含台裔有名主持人郑丽芬，甲台剧连续攻击制作人陈新碧，剧中内容探讨国内也面临台海战争时阵可能出现的状况。因为台湾已经面临战争的威胁长达70年，而且战争是越来越迫近的，所以透过这个作品可以理解到台湾人民在想什么。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因为其实的确我们已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然后大家都不太敢去面对这个议题。在哥本哈根会议透过无同款的时间，互更较侪人看到台湾面对的维权挑战，甲坚持价值。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消息哦，过来看三联集团的负责人齐孝东涉违法迄金10亿，进前20冒是红判12档，高上诉到30，也毋过伊人却失踪了。但国内去保逃亡的嫌犯是真侪，这个检得好友讲，应该爱修法来增订保全羁押制度。若讲红判当刑，法院应该考虑讲，敢需要当庭羁押。若无要羁押，嘛应该爱评估科技监控的必要。赛车去到病院，车停伫地下室，赛车的人煞怎啊咧无看？失踪的就是这个人。三联集团的负责人齐孝东，伊分书顶排几啊件刑案。伊涉嫌伫几啊年前，以投资电信 App 会当趁真侪钱，有千外的受害者去骗去，借钱借10亿，去法院裁定交保，2审红判12年，不过官司还未定宪，即马人煞失踪去。5月11日下午获报，徐姓民众报案父亲失踪协寻案，目前本分局正积极扩大调阅并查访寻找下落。伊为查到开始就无甲厝内人联络，12嘛无去派出所报道。高雄地检署已经组专案小组来追查，要来厘清敢是弃保牵逃。不过，为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营、到联一保险前负责人钟文智，几啊届有重大案件的被告，伫审理的时阵逃走出境，这嘛互最高检察署向司法院发声，都要修法增订保全羁押制度。几乎所有的程序，被告、当事人、检察官都要到庭啊。那为什么在最重要的一个判决结果的宣判时间，被告居然是不用到庭的？所以我们建议在修法的部分，应该要把所谓的保全羁押的制度放到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里面去。在审理中，当然是法官去决定是否要施以相关的强制处分。那我们也包含要求所属检察官在公诉力庭、在实施力庭的过程当中，要促请法官
对被告确保被告的未来可能逃亡，要施以相关的保全措施，包括科控在内。唔但建议修法，佮要求伫宣判迄一天，被告一定爱到庭。最高检察署表示，被告若封判当刑，法院就要斟酌，敢是要当庭羁押。就算判的刑度无重，并无羁押的必要，嘛应该评估科技监控的必要性。若无掠到佮甲放走的情形一再出现，司法的精神根本是无采工。为了提升科技设备监控的使用，优化科控告警的通报机制，目前已经持续规划教育训练课程，以加强办案敏锐度和确保裁判的妥适性。司法院回应讲，已经有改善科技监控相关的系统，嘛有同步办教育训练，提升裁判的效率甲适当性。公视新闻台北高雄报道。再来看今年1月24号，新竹县伫当有5个歹徒夜青去当地乌道的店开枪，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5个嫌犯最近是对澳门等所在押回来台湾，新竹地检署今仔嘛以杀人定罪来提起公诉。本署夜经侦查终结，认将系被告等6人均涉犯刑法271条第1项之杀人罪嫌。于今日依国民法官法及刑事诉讼法等规定提起公诉，并移请新竹地方法院审理。这件枪杀案应该是帮派斗争报仇，案发了后，嫌犯拢逃走。有一个嫌犯是先返来台湾投案，另外5个嫌犯陆续嘛互押返来台湾羁押，今仔拢互提起公诉。再来看，为着要鼓励少年人结婚生囝，内政部最近是针对高薪的民众申请青年主体还是社会主体，若结婚生囝，租金的补贴会阁增加，生一胎是加50%，生第2胎搁再加50%。也毋过有民众是认为，干那补助是无啥路用，应该彻底来解决厝价上过悬的问题。少子化个案危机愈来愈严重，行政院长杜英泰13表示，面对问题，内政部要推出混育体，带伫青年主体或者是社会主体单身民众，若结婚生囡仔，租金补贴会阁增加，而且生一体就加50%，阁生一体阁加50%。针对大约台湾有20万户的婚育的这个家庭要结婚跟生小孩，那如果你生小孩有1胎或者2胎以上的话，都会做加码的补助。那这方面的评估计划呢，我们正在跟行政院争取当中。孩子是国家重要的资产国家孩子应该国家一起来养了不是只交给年轻的父母。租金的这个补贴，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养小孩很辛苦嘛，我觉得不只是在住上面要做相关的补贴，我觉得在食衣住行，政府都应该提出相关的。那立法会拢对政策表示支持，不过有民众认为，安尼诱因无大，应该优先解决高厝价问题。就是还是不够多，我觉得养小孩还是太贵，房价先降低的话比较有可能。因为我也是想要先买房，然后再生小孩的。我如果还在租房子的话，就是我可能不会这么快想要，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小孩的负担。学者分析，这几年物价通膨、经济压力提悬，加上现代人工时长、托育甲居住环境这因素，拢会影响少年人决定是不是要结婚生囝。持续的加码或者推出婚育债，那你顶多是维持还在我们的这个生育率在0.9到1，还是1以下，除非我刚讲的观念要改变。学者建议，执政者应该创造婚姻甲家庭价值，另外一方面也为教育定金，而且为每一个方面强化婚姻甲家庭的观念。公视新闻采访报道。5月17号是国际未过共同日，嘛是咱国内同婚合法3读通过的纪念日。今仔早起，就立委甲民间团体就指出讲，2019年同婚专法通过了后，咱台湾已经有超过12800多对的同志结婚了。伊嘛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来放任人工生殖法，嘛会继续来加强性平教育。前几日啦，金门、金城各地伫咧考试题目出现侪解无尊重女性的用词，佮用错误的资料来歧视艾滋感染者。有关心性平教育的团体做一份调查，发现有7成的同志学生捌听过教职人员发表无友善同志的言论，显示出来台湾性平教育佮需要佮加强。最近发生的这个考试的事情，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说，现在在学校里面，来自老师的这个恶意的言论，对于同学们的伤害是一直存在的。课本内容其实
反而强化了对艾滋的污名。譬如说，得了艾滋的人会非常后悔、痛苦的这样子的形象。可是这跟现在我们在谈艾滋的时候，会很着重在谈 U 等于 U， 就是测不到病毒等于没有传染力。民团拜三和立委举办同婚6周年性平佮进步的记者会，也呼吁政府赶紧针对人工生殖法修法。因表示，目前人工生殖法已经有17个版本卡在立法院等待审查。目前台湾有人工生殖法的技术，但是敢若异性夫妻会当使用。民间团体认为，这对同志单身女性来讲是一种无公平的对待。再次强烈的呼吁卫福部可以针对人工生殖法中的女配偶及单身女性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台湾有这个需求，而且也有高度的社会共识。根据民团去年的调查，也发现台湾有将近60%的民众是支持女同志会当使用人工生殖法，支持单身女性的比例也有到70%遐尼悬，其中佮以18岁至39岁支持度上悬。民团呼吁卫福部应该听到民间的声音，赶紧修法，莫个拖。记者第一线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位伫高雄大庇护园区的国立原住民博物馆哦，年底要动工，要拼2032年完工。也毋过一礼拜附近大约1公里范围的树仔拢互撤掉。有民间团体是认为安尼做实在是破坏水土保持，呼吁着爱随停工哦。也毋过市政府是表示讲，因为去年风台附近有真侪树仔拢倒，这是咧清理环境无乌白撤树仔。脚踏车乌开了后，本地正乌的再生树林变做是光溜溜的黄土，敢若保留看水的景观胶布。护救团体、民间团体就质疑，安尼是破坏水土保持。博物馆明明这么多的森林，它都要保留。动工前哦，还不是正式工程哦，就一堆怪手进来把树挖掉。那这个东西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诧异啦。明明就要动工了，为什么要急着来做这样的一个破坏性的整理呢？种草比较好看吗？从近邻减碳或者是都市景观各方面来看，种草比没有比较好。民团指出，去互毁掉树林是国立原住民博物馆的预定地，按算今年要动工，基地有20多年养成的再生树林，而且这土地顶头有80%以上是山坡地，一半以上是15度以上的山坡地。原博物馆的宽屏也会当看到生态丰富，有粉礁型、红丽顶背类动物。树仔撤掉的海洋生存环境消息，呼吁市政府赶紧停工。枯树枝等等的一个清理，那相关的一个自然生态富裕的部分，我们尽量的来保留相关的一些植被啦。市政府表示，这个案件因为去年风台了后，真侪树仔倒去，也有废弃物，加上大庇护青年活动中心对民国105年收起来了后，就无人去管理，避免生蟒虫，才进行环境的整理，无乱草树仔。后续生态保育部分也会参考民间团体意见。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加罗兰休困区哦，最近要来做护花工程，按算要放750个肉粽架。环保团体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岸边的生物，嘛附近的部落嘛真烦恼，讲因的制定嘛受到影响，所以去向东管处来申请。目前这个工程已经先暂停了。东海岸加罗兰休闲区当年平均有50-60万人次进入园区，游客主要来看美丽海景。不过，即马外海地区全部采围早。东海岸国家风景区伫网络公告要进行临海边坡的工程，伫时间水明佮画规排的肉粽架。环保团体认为可能会影响到海平的生态，有游客也感觉会影响景致。没有到急迫一定要丢球补害，其实是可以用退缩的方式哈，就是让游憩区的面积缩小。消波块它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美，能够赶快弄好，赶快开放啊！对，因为这边海岸线很漂亮。东管处表示，加罗兰休闲区当初时是用起空军制航基地废土囤起来的林造大地，不过对2016年开始，海岸受到东北季风影的侵蚀，边坡渐渐空起，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才会申请施工。因为施工的工法，肉粽架只是用来代替地老线下骹当作护花基座，和原地地形袂差伤济。我们是用圆顶块哦，包括在这个砾石滩是要埋下去哦，然后去稳固整个这个砾石滩的一个被冲刷的一个情形，然后上面会再维护原本的一些块石哦。东管处强调，为了减少对生态造成的影响，已经伫休闲区附近创造肉粽架放置区，用随挖随大方式施工，原地按算今年11月底完工。不过，即马当地部落居民甲环保团体有意见，先暂时停工。
但进一步向外界说明得到认同了后，才继续施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宜兰县政府办理圆山乡瑞尚地区面积563公顷的产地中卫案有1732个地主，也毋过有人是烦恼讲中卫案会去影响到溪北地区20多万人用水安全。县政府表示讲，水利署年底就会来完成评估。地方全力支持内上重化。看全力支持瑞尚中会，宜兰圆山乡瑞尚地区农民。争取农地中会10几年，希望解决农水路无够对外交通无方便这问题。路头矮啊，路头矮嘛，交通无方便啊，地无路，啊，就爱经过人的田路咯。一定全力去支持这个农地重划。地方平台希望加速推动大尚中会区，根据县政府统计，全县工程563公顷，关系1732个地主的权益。因为中会案伫深沟净水场边，外界烦恼。中会工程带来污染甲水文破坏，县政府表示，水利署针对当地水位评估，年底完成，希望这结果应参考，让工程避开覆水流范围。后续会按照期末报告的结果县府这边再来看怎么继续去推动这个内上的一个农地重划不过，这关系宜兰溪北地区27万人啉水安全，有当地水文调查的审查委员表示，过去捌办理2期圆山河流水水文调查，经过地电组实测的阶段调查研究结果，证明圆山地区地下水甲河流水水质水量较受开发影响。县政府若要互中会工程避开河流水范围，要向中央争取经费，做亲自的调查监测。最少还要多在深沟自来水园区周边再多钻4、5个那个监测井。审查委员指出，亲自调查了后，才知影内上地区的水位变化，找出现行中会开发的政策，避免当地河流水因为开发来消失。公司新闻宜兰报道。云林岛内的西市场已经超过50档了，是真久，水沟啊嘛定定积水哦，问题真多。公所准备要来进行道路排水的改善工程。也毋过，这个生理大是真烦恼，讲会受到影响。公所是表示讲会分阶段来进行，卖来提供临时的单位，互大商会当继续做生意。行伫咧菜市内，有的路因为伤旧，塌一大坑，民众若行过，就要特别细致。云林岛6市西市场设置超过50档，不过因为当年使用路坎坎坷坷，排水沟也定塌掉咧，影响市场环境。路比较平的话，走路起来应该会比较安全性。我多做啦，因为你用咧到地咧用pompom是要做生意，无法度做生意啦。岛6市公所表示，为了提升西市场整体环境甲公共安全，按算最近会针对西市场的路甲排水做改善工程。不过有关惊施工会影响到生理，市公所讲会分做4个阶段施工，也设临时安置区，希望甲影响降到上低。不要去影响到他们的做生意的时间呐，因为它是利用这个市场是只有一个早上而已，你施工的话，尽量在下午施工。在施工期间，安排这些流动的还没有位置可以摆的这个摊商到我们的指定区域去做处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半以上的这个调查摊商超过120几个岛6市公所表示，针对垃圾水处理会规划设置优质杂流槽，互当流出来油的垃圾水集中处理，防止排水系统搁塌掉咧。为着会当缩短工期，公所搁开300万，逐日安排2个工班延长施工。若后续说明会顺利，预估约60个工作日，并伫咧明年过年前1礼拜全部完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林武有民众伫路边看到一只柯鱼，通报农业局，其实这只柯鱼是有人饲的。另外，伫乌来有民众饲乌猪伫路边四界撞，佮冲红灯险去互车弄到，危害到交通安全。这只乌猪的主人嘛受到红单。12透早7点外，乌来区的乌中路已经变青灯，车辆准备要起行。不过对中华街迄边煞雄雄撞出来一只乌大的动物，甲看较真的竟然是一只乌猪。这只猪都安尼清清公公伫车路四界走，甚至佫走入去附近国小内底，因为速度实在伤紧，看到的老师拢叫是家己目睭花，哪样骨猪伫学校走？其实耍猪沿着我们学校的围墙，一下子就跑出去了。那现场有几位老师跟小朋友看到。那老师跟小朋友看到是又惊又喜啊，觉得说山猪
如果能进来跟我们学生一起上课，也是有趣的一件事情。虽望囡仔欢喜看到猪仔，想要甲猪仔做回上课，不过乌来分局表示，这只猪敢若是去互主人带转去，因为猪仔乌白走已经危害到交通，即卖当咧走找主人准备开发。另外13透早伫仁武，也有民众看到一只150公分长的酷鱼伫路里走，惊一个是赶紧通报农业局。农业局表示，这只酷鱼个主人饲伫工厂2年多。前一天，甲刷出来汤啊，才无细致去互走无去。经查，该鳄鱼品种为眼镜凯门鳄，体长约150公分。下午，该鳄鱼之事主郭先生已至动保处完成访谈笔录，并将鳄鱼领回。动保处呼吁事主应善尽所谓管理责任。高雄连续2天有乌猪甲酷鱼伫车路乱扫，有人感觉心息，加在无害人受伤。动保处呼吁民众厝内底停本爱关好，若是违反规定，上悬会当罚15000块。记者柯家珠、柯朝阳高雄场报道。高雄的卫武营最近出现真罕见的过冬鸟车飞喙，有真侪人来遮翕相哦。也毋过，有人用4脚来射鸟仔，阁有人为着要翕鸟仔飞起来相片，伫竹仔顶头抹油。市政府即摆甲这竹仔拢撤掉，嘛讲会来加强巡查。若发现讲有人破坏生态环境，相关是当罚6000块。大大的喙，规身躯拢是红色的毛，这是罕见的过冬鸟赤鬼喙车膏出现伫卫武营的模样。遮侪鸟友拢走来等要翕记，但是这2天翕到的相片算是生做安尼。鸟仔脚甲腹肚顶悬，毋知影去告着啥。12这天有鸟友发现去查才知影，原来是赤鬼喙叶的竹仔顶悬去互人抹牛油，赶紧通报农业局。高雄市野鸟学会表示，这已经影响到自然生态，尤其有鸟友为着要看赤鬼喙，佮用4脚来射鸟仔，希望大家爱自律。讲伊应该是休2天啊，才第继续等于北部，比如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大陆嗰边啊，但是伊即摆留伫遮，对伊来讲是毋是好代志嘛？毋知，但是即摆最近这2天佫发现讲，竟然有人伫迄个竹仔顶个抹牛油。我毋知影伊目的是啥，但是我有听到边仔人来讲是，讲希望伊徛起来徛袂掉，伊死了天开啊，就翕到迄个天开死了天开的迄个。绝对不是好方式，因为不只是滑倒而已，不只是不能猎食而已，它可能会受伤。接到鸟友通报了后，13公分处随派人去甲抹牛油的竹仔拢先除掉刷走。其实进前就捌发生民众为着要翕到鸟仔，甲边仔会扎到的草仔竹仔拢除掉。公园处表示，这破坏公园的行为已经违法，若是查到会依法处罚，因会加强巡查。如有破坏公园环境行为，如违法，将依高雄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第20条规定。针对民众为着要翕相用物件来射动物，也是抹牛油这款行为，农业局强调，因为目前的法令无一个真明确的规定，因会先可控，而且民众爱自律，尊重大自然的规矩。记者柯家珠、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台湾是过冬鸟海龟侪生物重要的生态地，今仔一场公听会就针对青山部种的保育制度来进行讨论。学者专家是呼吁主管机关应该爱管制公海，来减少环境对暗时活动的动物的影响。台湾是过冬鸟迁徙路线重要的地点之一，也是海龟等海底生物重要的生态地。台湾暗空协会指出，目前国内针对这款迁徙物种跨境保育的制度真欠缺。拜三召开公听会，收集专家学者的意见，也希望政府通推动参像国际上迁徙物种保育公约的法律制度，看敢有机会加做缔约国，或者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重视迁徙性动物的保育。其实我们要借用国际的力量来带进，然后才有可能结合国际的规范，解决我们内部的困难。因为他们可能有季节性，或者是他对于某一块地区在某个季节需求比较高。那透过我们参与 CMS 有一个国际上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对于国内的立法，还有对国内的民众的教育都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另外，也有学者指出，目前国内对野豹的研究真少，不过参考国际经验，部分野豹物种会受光污染改变生态地，也希望各界重视光污染对夜间迁徙动物长期的冲击。发现说，人工光源会对蝙蝠的移动、觅食以及讯号沟通都会有严重影响。当人工光源持续太久的话，有一些蝙蝠它们就放弃它们的栖息环境。国内的物种，或者是国际的物种，或者是迁徙的物种，全部都适用野保法。
一旦他有对这不管是鸟类或是蝙蝠做骚扰虐待的一个动作，都是可以用野保法去做规范的。台湾暗控协会表示，虽然农业部表示野保法通适用牵涉性的动物，但强调针对跨境牵涉特性的明确规范和结果拢真不足，呼吁农业部成立专职单位推动跨部会管理机制，避免生态地破碎化的问题愈严重。记者中嘉义林晓凯台北报道。第36届的团结金曲奖8月特别起稿，团结中心嘛举办2个月剧展，邀请这3档来捌得奖的布袋戏团、佮歌戏团来演出，那么做伙来欣赏。沙友啊，你说来吃点心无？真快乐，掌中剧团是一个家族的布袋戏团，团到今已经第4代，90岁阿嬷江素美带囝孙仔伫咧台顶搬一世人的布袋戏，落去了后，阿嬷拢会传烧烫烫的饭菜，予戏班的家族食。讲夜饭真凉，凉的唔是咱做戏人，搁有看戏的人。就是阿嬷一句王爷饭真凉，甲大家拢念做伙，互伊的囝孙仔有一个想法，想要甲阿嬷的故事写做一出戏，或者王爷饭。这出戏剧也得到第33届团结金曲奖。阮咧做戏的时阵吼，足侪部分会拄到神，也嘛会拄到四周围啊，甲阮斗相共的人，啊，有甲遮个故事全部拢甲放喺王爷饭内底。做戏人啊，拄到甜的，啊嘛拄到苦啊，拄到涩的。那无好，小心我只好用辛苦来赌下。另外，这出戏是歌戏团摩登计划所演的戏剧，或者文武天香。戏剧当中无设定条带，也无设定时间。戏出内面的口段会当主动向小新表达意爱，小新也会当介意小新。和英国传统的歌戏大部分咧讲的忠孝节义无同，编剧加入现代注重多元性别族群的元素。这出戏也得到第34届的团结金曲奖。故事的后面讲的是一种现代人关心的议题，比如讲民主自由，比如讲多元性别。歌戏内底敢会当有2个小生谈恋爱。今年8月份，第36届团结金曲奖特别颁奖啊！这是团结中心甲过去3档得奖的戏出做一个展示，先来热身，希望延续这份感动，招观众做伙看到团结金曲奖的传统和创新。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日本有大海查甫啦啦队的成员就算出社会，阁有继续在练习。因穿西装表演，除了日本国内4界去演出甚至阁去西班牙甲英国的选秀的节目表演，大家是拢看甲真娱乐。伫贸易公司上班的四本创业人是一个平凡的23岁上班族，平常时伫公司认真工作拼业绩，下班嘛无伫用。伊固定去体育馆，毋是为了健身，是为了练习乌鹰队的特技表演。平日は頭を使って、で土日は体を使って疲れるっていうので、疲れる部分が違うのと、やっぱそれぞれがどっちかがうまくいってない時もどっちかがうまくいってたりして、心の健康にはなってるので、全然疲れが残るとかはないです。这队叫 Chess Remains 男子乌鹰队，2023年成立，虽然才2年的时间，不过这个由早稻田大学乌鹰队校友组成的团队，有良好的合作共识。38人，各行各业拢有，年纪为22岁至34岁，做伙一再磨练高难度的特技动作，无论是做人体金字塔，还是迄关7公尺的特技，拢会当真流利完成。身躯顶的乌青，也是去钻到，这拢是真侪该挑战的证明。いや最初は怖かったですやっぱり。でもやっぱ慣れていくと、あとは結局やっぱ絶対取ってもらえるっていう安心感はあるので、なので技に対しての怖さは今はもうないですね。Chess Remains 的造型真特别，穿西装甲领带上场表演，整齐动作更加甲人迄悬的特技，表现出真特别的魅力。创办人表示，西装是日本上班族的战袍，对团员来讲，嘛代表是自由切换、无共人生的对望模式。逆にそのスーツを着て、自分たちの好きなことを思いっきりやるパフォーマンスで表現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対比になって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で。あえてスーツを選んで演技をしてます。Chess Remains 互人邀请为运动比赛加油热场，嘛到各大活动去表演，因的精彩演出甚至红去海外。2024年参加西班牙达人秀，5月晋级到英国达人秀的准决赛，得到真侪掌声。因的热情也感染观众，证明对家己喜欢的代志认真表现，拢会当定义家己的人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下晡晡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华东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电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川普敢若4当尔所以伊的时间比别人较短，想要做一个